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日公司第一届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春雨要开始落咯，水利署会伫全台湾的水库进行人工净化。昨南投梨花潭因为水上过浅，一台载外国游客观光船靠打。洪都拉斯准备要甲中国建交，咱的政府调回大使张俊辉回国，伊早起强调讲，咱已经提出上大的诚意。鼓励民众提前备忘，明仔载国道过路费拍7折。公路总局嘛宣布讲，清明连假长途的客运拍85折优惠。春天一声雷，今仔晡淡水公路代表春雨就要开始落咯。气象局预报，受到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佮华南分河区的影响，今仔暗时开始，中部以北雨会落较大。水利署嘛赶紧趁这个时机，伫各地头的水库集水区准备要来进行人工净化。对北部的翡翠水库，一路到南部的彰文、南化水库，拢准备好地面佮空中净化的作业，望过会当来增加水库的水源，消口可换的状况。天顶开始落雨，春天的雨水总算到台湾啦。因为东北季风，拜六北台湾的温度降到20度左右，而且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愈暗雨愈大。拜六礼拜是各地头雨水上高的时阵。尤其是从今天入夜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一段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随着华南云区所带来的水汽是比较偏多的状况之下，那其实各地都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的这个天气哦。在中部以北山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因为水汽是有比较拦截的一个情形之下，但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雨量产生。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期间的话，各地的一个天气都算是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一支一支的高空盐弹已经准备好势，希望解决台湾的靠岸。水利署为25开始，伫中部以北的翡翠、石门等水库陆续准备人工净化。26开始也会针对南部的展文、基山等水库做准备。不过，这摆的雨水估计也是无法度解决南部地区的靠岸。南部的一个山区上来讲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水汽它是不是有往南压的一个状况，然后产生比较多的一个雨量出现。解旱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人工增雨它是增加它原本应降的雨量，大部分都是3到7%。南部的话，它相对是没有那么多啦。这摆雨水拜一了后就会豆豆减少，拜3拜4会阁因为来自华南的水汽加低压系统发展，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到拜5才减少。气象局提醒，春天的天气变化真紧，天气预报无确定性也大，要随时注意天气状况。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来看南投梨花潭的水位继续跌降，昨暗头有一只载20外外国游客观光船靠打，消防局出动像呢船去救人，加载是拢平安。这只观光船卡掉的，今仔早起才甲伊拖到码头。观光船就安尼靠搭伫梨花潭后面袂顶袂动，为空中影像录影明显看到水下骹的绿毛仔。这只观光船24下晡5点外，靠搭伫梨花潭的大滴雨水下，船顶载20外个外籍游客，消防队接到报案，马上出动收灵船去救人。我们立即要求所有游客穿上救生衣，而且依序将游客接驳到大约200-300公尺外围的接驳船上。过程中，消防队的船外机一度也打到淤泥。20外游客最后送到其他的观光船。靠搭的观光船船长表示，本来是载游客去看高只水甲白条做伙，结果船底因为食水伤过重，水深只有50公分，所以几只船才卡掉咧，袂顶袂动。载客人游湖就是没有下景点了，就想说慢慢开，离岸边也还有100-200公尺的距离不知道这边水位那么低，就搁浅。观光船业者拜六早起派一只动力船去用索来拖，经过拖几啊摆，才总算将船拖走。有关处表示，派人到大滴雨水下来巡视，发现水位确实是较低，观光船应该是无超载问题。另外，也要求观光船业者爱沿固定的船班航线来驶，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带160人的访问团，伫下晡4点42分坐专机飞到松山机场。立法院长尤锡坤、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身去接机，访问团会展开5天的行程。
Proč přijíždíme, je snad zřejmé. My jsme přátelé a přátelé se mají určitě podporovat vzájemně, protože o tom právě přátelství je. A to bez ohledu na všechny, kteří těmi přáteli úplně nejsou. A přestože, ještě doplním poslední věc, a přestože nás opravdu dělí tisíce kilometrů, tak jsme si velmi blízcí a stojíme na stejných hodnotách. Takže tímto bych ráda i vyřídila vzkaz tajvanskému lidu, že jsme s vámi tady. 面對中國嘅警告，也毋過一刻眾議院長堅持帶團來台灣訪問，嘛提前喺網站公開行程。愛達摩強調講，一刻帶咱台灣是互相支持嘅好朋友，望講會當來加強雙方在晶片、半導體等方面嘅合作。這屆訪問團嘅人數比2020年一刻參與議長韋德奇嘅訪問團愈多，是一刻最近5年來規模上大嘅海外商務代表團。後禮拜一，因會甲總統蔡英文見面。拜二會去訪問立法院。來看咱的友邦洪都拉斯按算要甲中國建交，今仔有住佇台灣洪都拉斯的人辦感謝台灣的活動。另外，洪都拉斯已經派外交部長去中國參詳建交的代誌。咱的政府嘛調回當地大使張俊輝，佇早起回來到台灣，伊嘛強調講，咱已經提出上大的誠意。跟洪都拉斯的这个邦交是不是到一个比较危急的时刻？谢谢，同意由外交部回应。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張俊輝和外交部調回了後，25透早回來台灣，面對媒體追問，態度真低調。他們有申請一些援助貸款的問題，不曉得是不是有這回事？謝謝，我們都盡了最大的善意。在訪邦議政變是唔是金環公明話，張俊輝無繼續解釋。洪都拉斯韓國外交處長賈西亞向當地媒體證實，要向台灣愛相當新台票600億的援助，煞無人要插。台灣外交部回應賈西亞講法，就是承認韓國政府一直愛大額捐款，台灣一直在能力範圍內底一個回應，絕對無要插。反倒是洪都拉斯對台灣提出的協助方案，則是無回應。台洪兩國的邦交是真危險，不過在台灣的洪都拉斯人自個是自發辦活動，感謝台灣。People like us, we believe that we're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aiwan has given us here in Taiwan. Back at home, we don't have that much education. Taiwan has provided us education. They have provided us so many projects that has developed our country. This here today is to thank you, Taiwan,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在台灣生活真多年，比例無願意講政治，不過洪都拉斯的留學生氣流問題也引起討論。It has been in some of the cases, yes, that some of the students that have been studying here move to China or go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or initiate a new process in another country. 超過80年的台洪邦期，就算可能挽袂轉來，不過在台灣的洪都拉斯僑民對台灣依然有滿滿的感謝。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美國猶他州麗莎宣布講，明年3月開始，18歲以下未成年的人用 IG、TikTok、Twitter 並且等社群媒體，都要取得父母的同意，嘛禁止在暗時10點半到早起6點半使用。兒童保護團體是攏表示肯定。為慶幸青少年愈來愈定位社群媒體記錄，網絡霸凌、不實甲囡仔個人資訊收集所造成的安全風險，甲真濟項研究顯示，社群媒體對囡仔的心理健康有害。猶他州長柯克斯自殺簽署2項新法，規定18歲以下未成年者在 IG、TikTok、推特、面冊者的社群媒體建立小學之前，要得到父母同意。另外，為了有較好的困眠休困時間，暗時10點半到早起6點半也禁止使用。新法按正在3月開始生效。Our administration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social media is affecting our children. Youth rates of depression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issues are on the rise, an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know their products are toxic. They designed their apps to be addictive. As leaders and as parent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ur young people. 猶他州生活簽署完成的同一天 ，TikTok 抖音執行長周秀珠在國會出席聽證會，內容有 TikTok 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相關立法，在聯邦層面延前，特殊各州政府介入，阿肯色、德州、俄亥俄、路易斯安那幾個共和黨執政的州，甲紐澤西州攏同款的提案的審議。
加州市咧去年要求科技公司将儿童安全放在第一位，禁止对囡仔进行分析，或者使用可能伤害囡仔身心的个人信息。儿童权益保护团体对犹他州的做法普遍表示欢迎，反对科技公司甲公民自由团体是警告，因为这可能限制和主流边缘化的青少年得到线顶资源的机会，佮对言论自由产生真深的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再来看美国德州的警方2时接到报案，讲伫密西哥界界附近有一台货运火车，货柜内底有15个偷渡客。警方赶去甲这台火车抓落来，发现讲有2个人，因为温度上过悬、上翕，已经互翕死了。德州南部的911勤务中心2时下昼接到一通无记名的报案电话，讲有15人被调伫乌瓦德郡一个高温翕热的火车货柜中伫咧无开。警方赶到现场，拦截这个为伊格尔帕斯出发驶往圣安东尼奥市的货运火车，结果伫2节密闭的货柜中发现15名偷渡客，其中2人已经无开，其他的人严重脱水，5个人生命危险。警方紧急出动直升机，将5个人送往圣安东尼奥地区的病院救治。附近地区最近高温来到摄氏32.2度，密闭的货柜车厢内温度搁比室外悬真济。火车停靠的地点科尼帕小镇，离美国边境无到161公里。报案电话是为货柜内的受困者开，也搁有人为货柜脱困了后，打电话予亲戚是请人协助，也有待进一步调查。那迄天当地加拿大渥太华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也就阻止无证移民非法越境的问题，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达成协议，无证件的寻求庇护者为美国进入加拿大时会互遣返，那加拿大也会公布扩大合法入境的方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后礼拜就是清明，为了疏散车潮，高速公路局明仔载实施国道单一费率7折的优惠，鼓励民众提前去备忘。因为今年的清明连假有5天哦，公路总局嘛宣布讲，长途的客运拍85折，坐火车、高铁各半公路客运冇优惠。4月初为期5天的清明连续假期，公路总局有高除了扫黄车流，也会有旅游车潮。为着鼓励民众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下月3月31日连假前1天推出国道中长途客运票价85折优惠。另外，坐高铁代替也是国道客运20点节内转坐在地客运，也会有一段免费。针对东部地区，也增加推出优惠。持有东部国道客运一个票证到指定的业者来进行租车就可以享有相关的一个租车优惠的折扣。高公局也鼓励民众提前扫墓，礼拜日会实施全国道单一费率高7折的优惠。高公局分析，这礼拜拄到补班补好日，只有礼拜日放假，旅游车潮会较少。民众若伫这一天提前扫墓，有可能避开车潮。打7折优惠了以后，大概每公里是0.63元，也就是说台北到高雄大概只要213元，比一般平常日的费率大概可以节省到130元。但是呢，短途的部分大概42公里以下的佣人的费用可能会有所增加。那这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短途的佣人能够开始其他地方道路。高公局也提醒，因为这礼拜只有礼拜日休假会取消国道5号北返高雄在管制，所以一旦国道车流较侪时，会进行严格将路车道监控，避免车流伫涉水主线塞车，请民众往返要注意及时落访。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已经通过修法，月底开始无分大小型的车，只要车无让行路的人，拢提悬罚金。台北市警方嘛展开行人路权大执法，对今仔开始到6月底会加强处理。若小小货车驶离人行道，警员随入哪查。人行道不要开车了。证件我看一下。当中互掠包想要掠也掠袂掉，也有客停车驾驶等行人过大路违规抢通行。行人穿越到有行人通行，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哦。这个依规定告发，那麻烦你。交通乱象88种，尤其台湾也互 CNN 大标签像行人地狱。要企图恶名，台北市警方2号启动行人路权大执法。我现在只有1个人，我要怎么处理？我先观察一下，我刚刚怎么办？我现在是怎么被你拦车？你要让我知道。包括警员大细声执法上路的第一天，是拄到骑车的人违反无停让行人，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民众是安怎看的？我当行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突然，会有点想说，我到底要走还是不走这样子。如果我自己是骑士的时候，真的说老实话，有时候就是行人走比较久，
就是红灯都要结束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过这样，所以有时候会想要偷偷过去。这摆执法重点加强处理车辆无停让行人、车辆行驶也是违规停伫人行道、甲行程违规等等。毕竟为最近几年统计来看，敢若台北市当年行程事故死伤拢有2-3千人，今年这2个月都已经超过370人。本市今年迄今这个行人交通事故死亡1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人。那经过我们分析这10人都是高龄年长者警员加强执法之外，交通部顶日也修法通过，车辆无停让行人提悬罚则，会伫3月31日上路。除了一再提醒驾驶人唔通违规，行人也爱遵守规矩。毕竟罚钱是代志较细，造成死伤可能就真危险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间国小，因20去基山露营，有一个学生真早就起床，因为吵吵闹闹，带团的教官竟然叫全部学生罚跪处罚，互家长是真不满。承包活动的厂商下晡出面回信咧，嘛强调讲已经撕掉这个带团的教官。学校嘅教育局是表示讲，会针对互处罚的学生来进行辅导，卖来追究厂商的责任。学生真欢喜到阵翕相，高雄一间国小29基山办5年的露营活动。加工透早5点外，有少数学生提早起床行动，佮吵闹活动厂商的当地教官竟然情绪失控，用连做法爱全体学生罚跪1分钟。拉链卡住拉不开呀，教官又在第2次骂，然后罚跪虽然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孩子真的就是已经吓到了。有家庭肯定厂商对活动用心，不过也指出不止法规，也有教官常常骂学生垃圾话，要求学生不准洗头，决定严格食饭时间，和轻松的露营活动亲像军事训练。这位教官他之前也有带过学校活动，并没有过像这样子如此荒唐而且非常离谱的行径，我们也是真的是相当错愕。厂商局长回信咧，承诺会负起责任，各家体罚教官继续合作。这摆露营有346个学生参加，14个老师陪伴。代志发生时阵，老师伫营本部无法度阻止，学校也在检讨。到凌晨2点的时候，老师才离开到营本部去。我们有通报系统，理论上他这个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厂商第一时间应该要立刻跟我们联系，但是厂商没有做到这一点。接到家长申诉，学校照规定做理想通报，也要清查受影响学生个落实辅导。因为不同管教涉违反理想化消费局已经开始调查，教育局也要求学校提出检讨报告，特别究究厂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有一条自日本时代就有的医生街，叫做公民路。这条路即马阁有医生馆交大搁会经营，某一寡医生馆已经改做咖啡厅、文创商场，是真受到注意。嘉义市的文化局最近这几档就整理一寡老医生馆的故事，嘛讲透过医生馆的建筑、医师、行医的故事，提供民众佮游客无同角度来看嘉义。用展览的方式布置医生看诊的所在，边仔有较早病院的技师，佮有以前读医科的教材，要来互看的人知影家己700年前的医疗历史。就这样的一个医疗文化的空间，未来怎么去活化，怎么样去再利用，那么能够一者能够推广观光文化，那么二者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都市有特色的复兴，能够有具体的帮助。100年前，开始台湾进入这个西方的医疗，那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成果。台湾图书室文化协会得到嘉义市文化局的支持，伫进前老戏院的调查结束了后，搁开3档的时间来调查记录这60间老医馆。对之前这些前辈医生们。他们在嘉义市这边的努力，不管是在文化啦、政治啦或医疗这方面，我相信这些调查的成果有非常的帮助。新的医疗是靠设备了，设备了，药物都是有比较比以前很多了，很进步这样。那以前的医生他们就是靠那个经验，还有那个热情。1895到1960年这60间老医馆。伫即摆展览会当看到医疗历史的演进，嘛有因对家己政治文化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儿童节要到咯，卫生福利部最近推出一本故事册《厝流浪是啥个》，要来甲小朋友讨论讲，大家做伙佚佗的时，有可能会去拄到啥物问题，又个应该安怎解决？咱做伙来看卖。就有个小朋友在想，他发现一个溜滑梯了，没有人来玩呢。那这时候溜滑梯是谁的？作者伫现场讲故事，用主角手厝流浪的情节来展开，嘛请在场的囡仔大人分享想法，因为伫咱的生活中，这种代志定咧发生。比较不守规矩的情况，可能比如说插队，或者是推挤，或者是从溜滑梯逆向上来，其实都蛮多危险的行为。它里面就来排队，或是大家来分享，或是那其实很多现在游具上面的设计可以让更多人玩，对。这本《厝流浪是啥人的》，作者用查某囝的经验发想，讲一个查甫囡仔霸占厝流浪了后，安怎发现甲大家耍才好耍，强调游戏素养、安全分享，嘛用入儿童的游戏权，甚至表意权，互大家去想象要安怎创作出符合咱需求的游戏场。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可以去发现不同小朋友的需求，然后也可以把这样一个不同的需求也能够来提出来，一起玩更好玩。卫福部表示，接下来会将这本绘本送到全国的小学，未来嘛希望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他内容，会当用绘本来呈现。记者调立开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暗新闻，小等者先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